我細個嘅時候，同鄰居小朋友打波子，贏得幾粒波子之後，非常開心。而家嘅小朋友轉玩電子遊戲，唔再贏波子，而係贏積分，之後十分開心。其實都係一種快速嘅獎勵，關鍵係快速同埋獎勵。獎勵令多巴胺、dopamine 神經細胞分泌多巴胺而愉快。長大後入社會工作，倘若老闆欣賞自己嘅工作表現，讚咗幾句，呢種獎勵會引發多巴胺神經細胞分泌多巴胺而開心。可係若果受到老闆指責，便會悶悶不樂。下工後去飲酒，酒精入腦，同樣會刺激多巴胺神經細胞分泌多巴胺，咁樣心情便愉快，飲酒便可以愉快，咁便不必努力工作，漸漸便上咗酒癮。吸毒包括嗎啡、海洛因、可卡因、搖頭丸，目的都係要好快咁引出多巴胺。戒毒飲美沙酮 methadone， 飲咗唔會好快入腦。在此，即使小朋友玩電子遊戲上咗癮，家長唔會叫孩子飲美沙酮，但可以服牛黃素，慢慢引出多巴胺。